條例，現時只要完成性別肯定手術並提供醫學診斷，就可以更改身份證上嘅性別，稱為行政性別。但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喺諮詢文件中亦都指出，身份證嘅行政性別唔代表法律上嘅性別。換言之，跨性別人士面對任何嘅法律程序，都依然係以出生時嘅生理性別被對待。例如喺2013年嘅 W 小姐一案當中 ，W 小姐已獲發女性身份證，但仍然被婚姻登記官以先天生理性別為男性，而不允許與男友結婚。所以訂立性別承認法，正正就係肯定緊跨性別人士嘅法律地位。故此，前首席法官馬道立都倡議參考英國訂立性別承認法方案如下：一、申請人需提交2份醫學報告，一份須為臨床心理學家診斷患有性別不安，另一份則由其他註冊醫生證實申請人接受性別肯定嘅相關治療，例如切除手術或者係荷爾蒙治療。即使唔接受，都要清晰訂明原因。2、申請人需提交以其性別認同身份生活至少2年嘅證明，例如係銀行帳單。3、申請人需提交法律聲明終身以其性別認同身份生活。無論係平機會、大律師公會、香港跨性別平權協會都支持立法。香港大學法律學院2017年民調更顯示，近90%嘅市民都唔反對立法。故此，今日衡量辯題嘅準則為訂立性別承認法能否保障跨性別人士應有嘅權利，推進社會進步。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2：第一，保障跨性別人士應有嘅權利。喺 W 小姐一案當中 ，W 小姐理應獲得香港人權法第19條列明嘅婚姻權，但由於法例落後，導致佢需要入稟法庭先成功勝訴，爭取佢應該有嘅權益。所以立法正正就係保障緊跨性別人士應有權利。第二，捍衛人權，彰顯法治精神。謝浩霖一案當中，法庭作出違憲宣告，指出強迫跨性別人士做性別肯定手術屬違憲，侵犯香港人權法第14條個人對性別認同嘅權利。所以立法除咗係尊重人權，更加係尊重緊法治精神。最後想問有方，跨性別人士嘅人權係需唔需要被保障嘅呢？如果係要嘅話，係咪要每次都俾佢哋入法院打官司就最好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提示人係2分鐘超時，冇超時佢吹口風。有請下方主辯各位大家好，其實性別承認法從來都只有2大目標：第一，放寬定義，承認跨性別人士為男或者女；第二，就係統一全國所有法例對男女嘅定義。各國立法都只係為咗幫跨性別人士融入社會，減少紛爭，但係立法都睇社會嘅接受程度，唔單止係當下香港唔適合，甚至立法只會引嚟更大嘅反效果。我方反對辯題：第一，激發社會衝突。法例應顧及社會整體共識，但係有方案只係進一步激發跨性別人士以及社會大眾嘅分歧。有方其實佢嘅立場係唔需要嗰班變性人做晒佢自己嘅手術啦，只有2份醫生證明佢做咗部分嘅變性手術就得。但咁樣做係兩邊不討好，因為對跨性別人士嚟講，佢都係覺得唔合理。嗰陣23年告入境處嘅跨性別男性謝浩霖。佢抱怨即使無需完成手術，但定期抽血俾政府證明荷爾蒙水平係侵犯私隱，而做法同有方一樣嘅英國，同樣被批評手續繁複，20年嚟只有1%嘅跨性別人士申請，成效極少。
而面對一般大眾，23年靈光社訪問800位市民，認為做咗手術就可以更改性別嘅支持度喺5分入邊只有2.1分，認同咗做咗部分手術就可以入異性廁所或者參與異性運動項目嘅分別只有1.7分，可見有方冇足夠嘅民意基礎。如果女更衣室可以出現有男性器官嘅跨性別人士，只會引嚟當下社會不安，加劇大眾同性小眾嘅衝突。第二，司法爭議不減，立法係想全社會對性別有劃一嘅理解，唔想好似依家咁樣，跨性別人士咧就住唔同嘅議題分別告上法庭，想減少司法覆核嘅數目。但事實就係政府立咗法，仍然係難以一錘定音，法律爭議唔會減少，都係要俾法庭處理。英國04年立法，跨性別人士通過咗驗證，就有性別承認書，受全國認可。但係當地婦女團體擔心政府嘅婦女政策會俾跨性別人士濫用，所以司法覆核。終審法院今年都釋法，話所有法例都係按照原生性別，令承認書淪為廢紙。跨性別人士冇得用佢入廁所，冇得參與運動。再想問下友方，英國立咗法之後，司法覆核都冇減少，性別定義最後都要由法庭把關。咁立咗法同冇立法有咩分別呢？多謝各位。法科主面嘅發言係3、4、好多時無需考慮。有請正方第一副辯論台。大家好，嗱，從目標、手段、成效3方面咧去拆解一下呢條辯題啦。今日有方來咧，第一個咧冇回應到究竟跨性別人士嘅權利究竟應唔應該受保障。有方來咧喺呢度選擇冇回應到，所以喺有方同學眼中咧，跨性別人士嘅基本權咧就係唔應該被尊重嘅，佢哋嘅權利咧就應該係社會唔需要理會嘅。咁樣又係咪一個樂見嘅香港嘅和諧社會咧？再者，今日有方學咧同我哋講話咧，唔應該要有跨性別人士，唔應該會有要有跨性別人士，因為咧法例咧定義得就模糊啦，應該只有男同女。但問題就係今日有同學咧極端到咧覺得呢一類人士係唔應該存在嘅。但係香港人權法同你講明第14條，所有人都應該要有自己嘅性別認同嘅權利嘅時候，有同學今日係咪反對緊人權咧？甚至乎係平機會民調數字都同你講話90%人唔反對立法訂立一啲反歧視法例嘅時候，有同學係咪同社會共識背道而馳咧？再係手段啦，有同學咧同我哋講話咧，司法爭議不斷咁增加，但係有同學你要同我交數字，現行嘅改變行政性別到底嘅司法爭議究竟邊咧？我方今日就係見到就係現行社會每一個跨性別人士都要透過打官司打一次先能夠爭取到自己應有嘅權益啊嘛。咁呢個係咪一個理想嘅法治社會咧？再者今日科學咧同我哋講話咧會。香港市民會擔憂啊，即係同我哋講話，可能一啲跨性別人士去男士、女士咁樣，但問題就係有可能要交代清楚現行嘅政策底下，到底香港市民去反對嘅數目幾多？因為我哋今日已經係做緊行政性別嘅改變啦，但問題就係有可能交代唔出現時究竟有咩問題，有冇任何嘅跨性別組織同你講話會反對，或者係任何嘅民意調查，有可能一個數字交唔出嚟，所以我哋再嚟睇下成效啦。喺講緊而家冇立法底下，跨性別人士即使改身份證啦，原來佢哋嘅婚姻權依然係得唔到保障嘅。講緊係生活上跨性別資源中心嘅調查都指出，超過1半嘅跨性別人士使用醫療啦、銀行啦、公共服務嘅時候，因為證件上面嘅性別同外貌不符而被人質疑。職場上咧更加有1/3嘅人係因為因此而受到不公平嘅對待，例如俾人拒絕聘請啦，要去調職啦。所以今日立咗法，正正就係要保障跨性別人士嘅法律地位，令佢哋應有嘅權利被保障啊嘛。所以今日都見到前首席法官馬道立都建議參考立法嘅時候，香港有冇係咪要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嘅發言時間係2分鐘41秒，冇過時無需考慮。有請法科第一副辯論台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全世界嘅性別懲罰有2大特點：第一，保障性小眾，令到社會有更加
方點論證香港人係接受到呢條性別懲罰係俾社會接受嘅？更何況而家英國就算真係有性別懲罰嘅時候，都係得1%嘅人係有使用。有方論證點解啦？第二，有方兩個論點同我哋講咧，話要保障權利、保障人權。但係咧，有方論點二同我哋講咧，話人權咧，因為人權，所以就唔應該逼佢哋做晒手術。但有方開始嘅標準同我哋講咧，話佢哋做半套手術又打荷爾蒙針，知道咧有方想點咧？所以第二啦，話一定要即係想減少不必要嘅爭拗，唔係每一樣嘢都要揾法庭司法覆核。但係事實係有咗條例之後，都可以事無大小告上法庭，話呢部分唔合理，嗰部分唔合理。雖然有方話咧可以減低司法覆核，可以唔使係有告上法庭，唔係有告上法庭，其實有方係錯嘅。因為即使我性別懲罰，我都可以唔同意佢嘅判決，唔同意佢法例退法翻。所以一個位置由跨性別人士嘅兩大訴求之一，第一唔想被差別待遇，唔想被歧視。中大話有過半跨性別人士工作上、教育上都係受到歧視，我方大力反對。但縱觀全球有成年法嘅國家，都唔係靠呢條懲罰去處理呢一類嘅歧視，而係靠性別歧視條例，好似英國咁。所以對性小眾而言，日常生活嘅多數困擾都冇需要立性嘅懲罰，都可以迎刃而解。第二就佢哋希望獲得社會認同，並進入單一性空間，但社會係咪接受到咧？有方話我方冇交文，我而家就交俾你睇啦。無論係2017年嘅港大民調，只有2成市民完全支持跨性別人士。假使去到2023年，明光社同我哋講話，香港人5分接受程度裏面，只有0.1分係接受跨性別人士。你立咗法，如果令到以上民意一夜改變，假設2025年嘅香港有媽媽帶女入更衣室，或者被家暴嘅婦女入咗庇護中心，見到跨性別人士喺明面衫，會發生咩事？佢哋會俾人投以奇怪目光，甚至俾人責罵，係咪咁樣又提升到佢哋嘅性別認同咧？我哋呢一刻可以提供更多公眾教育，可以鼓勵包容，但立法一刀切，唔單止輔助，更加係將跨性別人士放入一個社會都未接受到嘅空間裏面，造成雙輸共贏嗰個。下方第一條嘅發言時間係2分鐘27秒，冇過時，冇需求分。在座各位大家好，好簡單問有冇任何嘅跨性別組織係表明，如果要交醫學診斷與唔好立法咁由佢哋基本人權俾人剝奪，甚至連前首席法官馬道立都建議參考英國方案嘅時候，請問有方馬道立係咪歧視？其實今日我方同你用咗同一個數據，喺07年嘅港大民調，有方同我哋講完全支持嘅淨係得幾巴仙，但係我方見到完全反對嘅都淨係得14巴仙，而有方忽略咗其他部分支持嘅人，而我哋見到甚至民調係顯示出近90%嘅人係唔反對立法。請問而家香港市民有冇反對過同志？所以歸納翻有方嘅立場就係一個字，靠估。有方估咧，而家香港市民會擔憂，但明而家都可以改行政性別嘅時候，市民到底有幾驚？甚至係港大嘅民調，近90%人唔反對立法，所以真正咧係有方同學3位，淨係得呢3位驚嘅啫。今日咧講緊跨性別人士被剝奪嘅係人權法之中保障嘅基本人權，無論係第14條嘅性別認同自由，定係第19條嘅婚姻權，點解有方同學可以對住人權，理應係人人都享有嘅基本權利，但現行法律保障呢班跨性別人士嘅時候，仍然選擇袖手旁觀，係咪即係有方覺得佢哋唔值得享有人權？定係有方覺得婚姻權、性別認同、自由唔應該寫為人權咧？在座各位由13年嘅W小姐案件，去到後來嘅 F 姐案件，再去到今年先發生嘅 K 先生公廁案件，法庭每次審理跨性別案件，就作一次違憲宣告，話俾行政同法律機關知現行嘅法律有漏洞，有人權得唔到保障。既然司法機關盡佢努力，不斷咁樣
繼續原地踏步呢？更加重要嘅係立法亦都係教育緊大眾，跨性別人士嘅地位應該被承認，佢哋嘅性別認同應該被尊重，而唔係繼續任由社會對佢哋有偏見有誤解，咁樣先係真正為佢哋平權多嘅目的。正方第二部分嘅例子，2分鐘40秒，冇過時，無需求分。有請法官第二部分嘅台詞。各位大家好，所以其實今日有方一直污名化我方咧，話我方唔尊重佢哋嘅權利，但我方全場嘅立場好簡單，就係有方動機係好，但方法錯晒。跨性別人士係要保障，但唔係透過立一個一推就推到盡，要所有嘢統一而冇成效嘅法例。所以我方全場不斷話我哋前首席法官係咪做錯，話要參考英國喎。但我方問咗全場啦，原來英國之前做嘅時候咧，就係得1%嘅跨性別人士肯申請。如果有方同你講到咁好嘅話，咁點解剩低嗰99%嘅人唔想維護自己嘅人權咧？有方從頭到尾都冇解答過，甚至乎英國喺上年、今年咧啱啱已經推翻咗呢個性別成法。有方需要解釋點解咁好嘅話，咁開放嘅英國點解都會推翻？有方解釋唔到，所以有方一直同我講話咧，港大嘅研究有90%人支持，但我方都睇過份研究啦，原來佢只不過係支持自由表達性別啫，但自由表達性別代唔代表係要設立一個性別承認法咧？從來港大都冇咁樣嘅意圖咯。所以今日我方同意跨性別係有困難，但有方你要論證性別承法點樣去解決到佢哋困難啊嘛？現時性別承法就係一刀切，要即時所有嘅權益都要統一，聽起上嚟好似好好啊，但其實好多現實問題都解決唔到，例如運動比賽究竟點樣分組咧？婦女庇護中心究竟點樣運作咧？廁所更衣室等等點樣去做咧？其實社會每一個地方都有唔同嘅標準，例如結婚可能係單對單伴侶接受到咪冇問題咯，但更衣室係所有嘅女性都用，你淨係做半套手術，女性又唔接受到，身邊換衫嘅人係有性器官咧，打完荷爾蒙啦，但你個生理嘅結構仲係男性，咁喺女子嘅運動入面
所以問題就係有可能一直同我哋攞英國數字同我哋講，但問題就係我哋今日保障係咪英國跨性別人士？唔係，我哋保障翻香港本地嘅跨性別人士咯。所以今日有可能攞唔出本地跨性別人士反對性別成法嘅時候，有可能質疑不成立我哋講。時間結束，正方第一負面反論。時間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一負面反論。好，有可能同我哋講話咧，可以繼續透過打官司或者其他法例去包括啦。咁按照有方邏輯啦，今日殘疾歧視條例咧，原來都係保障緊殘疾人士嘅人權喎。咁有方咁選擇忽略咗跨性別人士嘅人權，係咪連殘疾歧視條例都要取消咧？每次殘疾人士都要去打官司先去可以去攞翻佢嘅機會咧？我想講。時間結束，反方第一負面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第一負面回答。仲有各位大通，雖然有方問我哋咧，我可以打官司問殘疾歧視條例係咪都唔應該做？我可能係唔係咯？我分頭先一副已經提及過，係應該要用性別歧視條例去解決今日有方所講呢啲對於性別跨性別人士嘅歧視同跨性別人士嘅問題咯。所以今日當兩者都係用反歧視條例嚟做嘅時候，唔明白有咩可以爭？所以有方話咧，英國唔係參考，因為英國嘅跨性別人士同香港跨性別人士冇可比性。但係明明有方主義先話要參考英國嘅做法，佢哋係呢一條法例。雖然有方到底英國係參考定唔參考，有方難調，就講翻原則就收咗。時間結束，反方第一負面反論。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準備時間結束，請有反方第一負面反論。有個法庭同意放寬身份證嘅要求啊，但係唔代表要放寬埋廁所同更衣室嘅要求喎。有方係咪淨係照顧跨性別人士嘅感受？哪怕原生女性，哪怕媽媽帶住女女入更衣室，佢唔想見到男性嘅性器官，反而係佢哋無理取鬧咧。時間結束，正方準備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準備回答。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啦，啲人嘅人工廁係用更衣室咁啦，但係其實喺 K 先生公廁案咧，法庭判決係要修改公廁條例嘅。咁所以其實有方講緊嘅一啲今日問緊嘅唔係性別成法，而係公廁條例度。時間結束，正方準備反論時，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準備反論。可能我想問有方同我一個簡單問題，而家咧所有嘅民意啊，甚至係法官咧都同你講要立法咧，咁所以問有方同學係咪要同民意背道而馳咧？都係同你。時間結束，反方準備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準備回答。在各位大好，所以有方同我哋講話我冇權威可以支持話跨性別條呢個性別成法而家設立，但係錯咯。若果喺23年寧波社反映咗800位市民以為做咗部分手術就可以更改性別嘅支持度喺5分入邊得2.1分啊嘛，相信你有方仲係同我哋講緊法庭話要改法例啦。但係講緊有方所講嘅法庭，佢係參考緊英國嘅法例啊嘛。但係講緊我方前場已經同佢論證咗好多次，話英國嘅法例取消咗，因為根本冇人用，甚至俾更多婦女、更多民間組織反對啊嘛。所以有方嘅問題根本論證唔到，究竟參考英國法例對香港有咩利處咯？多謝各位。時間結束，反方準備反論。準備時間開始。
好，其實有方參考英國咧喺04年放寬咗標準，但係25年條法律俾司法覆核，依家性別成書形同廢紙，拎住係攞唔到女性資助，又參與唔到運動，廁所唔知入唔入到，新聞多咗一張證書，但係生活冇改變，有方幫咗咩咧？多謝各位。時間結束，請政科第2件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政科第2件回答。今日請有方先論證啦，點解英國佢係要取消呢個性別承認法啦？另外咧，我方今日同你講咗好多次啦，香港呢啲嘅跨性別同志咧，佢係可以以一個新嘅性別去進入一啲嘅私人嘅場所啊，好似廁所、更衣室等等，所以唔存在有方所講嘅。時間結束。現在雙方總共有1分鐘時間，預備從事開始。準備時間結束。首先由法科主持總結。2016年，挪威一名女士到健身室喺更衣室換衫時，見到有個擁有男性下體嘅人換衫，最終其中一人被控性騷擾，但係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咧？最後各位大家好，最終係嗰位女士被告，因為佢要求跨性別人士離開，觸犯剛剛成立嘅性別承認法。好彩嗰位女士經過2年上訴得直。我方同情跨性別人士嘅處境，但同情於倉促咁嘅立法。喺以上事件方面，我認為兩方都係受害者。對嗰位女士，佢由細到大喺更衣室都認為女性係一個安全空間。喺最初嘅環境下，遇上外方係異性裸體，該並冇犯何罪之有咧。但係對嗰位跨性別人士，佢以為政府幫佢出頭開堂堂正正入女更衣室，但原來立法之後咧係改變唔到大眾反應，加劇衝突同摩擦。試問呢個雙輸局面又係咪令大家邁進共融社會咧？由結辯為止，幫同3個持份者審視性別承認法。第一，公眾，所以其實有方咧全場都淨係同佢講話咧，得我方嘅3個辯揚控方，但係我方叫佢資料唔係咯，咪就係前場見到陽光明社佢哋論證咗一樣有5分入邊得1.9分嘅人係會有控方嘛，甚至其實有方所講嘅嗰啲民調咧，我方都睇過啦，有方嗰啲論證咧民調都只係論證緊嗰啲人嘅性別認同，而唔係一刀切承認嗰班跨性別人士嘅所有權益啊嘛，所以其實我方見到咧。大眾嘅擔憂係的確需要消除，但係唔會好似有方咁樣逼大眾同佢並存。我方咧會用教育會改變觀念，以同性戀為例，唔同組織例如平機會都去宣傳教育，去提倡尊重同埋包容少數。有方會唔理解民情，如果錯當咗性別承認法係做改變民眾觀念嘅工具。甚至有方同佢講話身份證可以半套證明大眾可以接受，所以其實見到有方其實好直線邏輯㗎。講身份證係講緊個人認同啊嘛，但係講去廁所去更衣室會影響到其他人嘅時候，咪就會引起大眾恐慌咯。第二，政府有方同話咧，其實性別承認法咧，我方認為就係希望要承認跨性別人士嘅權益。但係我方時常已經論證咗大眾唔滿意方案，一樣會去做司法覆核。有方根本唔敢論證，因為有方都知民眾係接受唔到嘅。但係講緊二附屬間英國就係司法覆核咗冇減少嘅例子，所以設立完條例之後，政府因為要好似依家咁按每件事件去做法例去做調整，所以我方立場要避免司法覆核，唯一嘅辦法就係一分析唔同事件，喺改例之前做好民意調查，設例之後先唔會再俾大眾或者跨性別人士有反對聲音，帶嚟更多嘅司法覆核，司法程序會變得更繁複。
第三，跨性別人士平權之路從來都係複雜而漫長，有方全人都想要一個簡單嘅答案，但事實係任何僵化或者嘅性別成法都係無視緊社會嘅複雜性。強迫大眾接受係關乎安全單一性別空間，係關乎公平嘅單一性別競賽，係關乎稅收分配嘅單一性別政策，都只係會同任何類型嘅跨性別人士一齊共存，只會令矛盾同紛爭加劇。英國都有前車之鑑，強行立法，再開放外國都會面臨民意透過司法覆核嘅反擊同不滿。政府立完法，法庭話冇用；政府再立法，法庭話要改，令承認法淪為形式，只係浪費社會資源，立法成本在各位。下方主義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冇過時需求。3分鐘10秒。現在由正方主辯總結，請到台前預備。評判有方同我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嗱，先睇有方立場啦。嗱，有方咧主辯開出嚟同我講咩咧？淨係可以急法律香港咧，淨係可以有男同埋女兩種性別嘅。嗱，到後邊咧有方立場佢啦，開始變成咧唔同意要立法保障啦，但可以用現行嘅法例，例如性別歧視條例等等咧，去保障呢啲跨性別人士嘅權益咁啦。咁而家問題就係、當一個舉例一個男跨女嘅一個跨性別人士咁樣啦，當佢以一個女性嘅身份被非禮嘅時候咧，佢係冇，因為佢嘅法律性別仲係一個男性，所以佢冇辦法用非禮嘅非禮嘅一啲嘅法例去保障佢作為一個女性嘅權益咯。但係因為現層嘅法例之下，只有都係當佢係一位男性咁樣，所以佢冇辦法使用一個女性嘅身份去告一個非禮佢嘅人咁樣啦。所以佢講晒，有方今日嘅立場就係咩咧？現行法例保障到嘅就保障到，保障唔到嘅咧就任由佢哋俾人，任由一啲跨性別嘅人士咧俾人剝削。嗱，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咩咧？市民咧會好驚，社會咧其實冇乜共識嘅。但我方由主辯到義父都話緊俾你知，無論咧係法官啊，每次嘅判案都會建議政府去立法，平機會、跨性別平權協會都支持立法嘅時候，有方依然係覺得社會係冇任何嘅共識，係唔支持立法嘅。喺有方眼中，其實咧係要全香港一個人都唔可以入去反對一條法例，嗰條法例咧先可以被實行啦。咁其實喺有方嘅標準當中咧，香港今日咧其實一條法例都應該立唔到嘅。其實而有方眼中咧，其實咧覺得咧終審法院嘅咁多次嘅判決咧，都係咧形同虛設嘅。佢哋覺得終審法院咧，甚至咧係喺有方立場嚟講咧係做得唔好嘅，係唔應該去保障呢一班嘅跨性別人士啦。嗱，在座各位。殘疾歧視條例，公眾設施必須設有盲人引路徑，冇人反對，更加冇人覺得係特別優待緊一啲嘅盲人。種族歧視條例亦都係如此。大家都知道，保障市民唔會受種裔嘅唔同被不公對待，正正係同優待係相反嘅。立法係當市民連最基本嘅一種最基本嘅一種人權都唔受保障嘅時候，為佢哋提供嘅最後一層嘅網，保障翻佢哋最基本最需要嘅人權。如果要區分翻跨性別人士同埋其他，佢哋因為性別同埋或者係一啲身體嘅固然不同，但因為呢一種嘅區別，跨性別人士卻要蒙受種種唔公平嘅對待，唔敢進出任何公廁。換句話說，其實佢哋今日咧一個跨性別人士喺香港出街咧，其實係連飲水咧都唔敢飲嘅，因為佢哋唔夠膽去入任何嘅公廁啦。佢哋其實今日一啲都係跨性別人士。佢哋唔需要任何嘅獎賞，唔需要任何嘅補償，唔需要任何嘅多於其他普通人嘅一種嘅權利。佢哋只不過咧係需要大家喺香港政府喺法律上去肯定翻佢哋作為一個男跨女或者女跨男嘅一種法律身份，令佢哋可以以法律作為自己嘅武器去保障翻佢自己嘅權